啊，4%了，8%了，是不是啊？8%了，哇，越来越往上爬嘛。台湾就是这样的慢慢爬嘛，是不是？是。我们大家加油，谢谢大家，谢谢。水务大哥，啊，水务大哥啊，水务前面的水务，不好意思，我跟你聊过，你等他出来，我看不到。这个是他的随行直播，是不是？登记。好，辛苦大家，谢谢。这边，右边，这边，这边，来，属于这边，右边，好，谢谢。宋楚瑜一定会把平生所学的绝学，不管是在国际外交、在两岸事务、在国家安全、在地方建设、在为民服务，在所有的领域方面，一定用尽平生所学来回馈我所爱的台湾，找回台湾的自信，找回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那就是这次的选举，我跟余香用快快乐乐的心情，那就是来谈未来台湾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经济民生问题。对这个名单，跟大家稍微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到，会有让大家眼睛一亮的第1名。谢谢大家。你现在最新的民调是8%左右这件事，最新的民调。不要担心，逐渐的就慢慢向上爬。你不晓得，原来我们亲民党不是只有不到1%吗？哇，今天已经涨了40%啊，变成4%，4%了，8%了，是不是啊？8%了，哇，越来越往上爬嘛。台湾就是这样的慢慢爬嘛，是不是？是。我们大家加油，谢谢大家，谢谢。